突然觉得我好渺小，不好意思，我归队哦，归队。还好哥哥姐姐们好，还好你好，还好。那我们就要带来一连串就是部落的版本哦，我们没有任何的乐器，纯粹就是用唱歌的。待会你会听到几个阿美族很传统的唱法，就是所谓的我们讲马扎扎带，马扎扎就是那个早上那个公鸡在叫，有没有？就是有一只鸡咕咕咕，然后另外其他家的鸡也会一起叫，有没有？然后越叫越大声，越高，越来越高音，很多的旋律这样串来串去。然后人类学家赋予我们一种名字，叫做复音合唱一样，因为它也不是和声学，它是至少超过2个主旋律的旋律搭在一起的一种唱歌的方式。然后在台东的阿美族算是非常非常经典的，包括你们刚刚听到的《欢乐饮酒歌》。但其实，在以前这些歌是没有歌名的啊，为了方便大家好记录这样子，所以很多时候都开头的第一个字，假如说是纳鲁湾，这首歌就变纳鲁湾了这样，火哈呀这首歌就变火哈呀，然后现在慢慢有一些中文的概念啊，比如说这个歌是在聚会唱的，所以慢慢有欢乐饮酒这样子的歌名了。歌名就大家听听就好，因为这些都是很重要，在生活中很重要的一些歌曲。然后大家在部落里面会透过这些歌曲互相交流彼此之间的情感，在工作之余，然后就会有这些歌这样。然后我们就回到台东我们的故乡都兰部落，带来都兰部落的传统歌谣《欢乐饮酒歌》。
好听吗？有没有回到那种 Discovery 的感觉？不会太原始了。对啊，以前哪有吉他啊？有的话也只有2根弦而已啊。然后当然是很开心可以跟菠萝一起来这边表演。我怎么那么喘呢？其实我小时候不是部落里面最会唱歌的那样，然后每次我去说要表演，他们都说他们也要唱，好啊来呀、在台东我都比较怕他们来台北，而且你们应该是我的歌迷还是他们的？还是我们是一起家的？我们是一家的耶！好喵，真好，对啊。结果我这个原住民会吃醋的。那下一首歌，我可以邀请你们一起唱吗？可以吗？大家一起唱哦，好啊，对不对？学一下原住民的歌谣呀。你们知道那些刚刚唱的那些“火还要火一样”的意思吗？知道。哎，你们有些人不知道，你们没有原住民朋友吗？好，那我们交朋友啊。可是他们没有 IG 呢，可能只有 LINE 而已。一件事情，你不是日本人，都可以吃日本料理了；你不是法国人，都可以学法文；你不是原住民，不是阿美族，你可不可以学阿美族的料理，学阿美族文化，学阿美族的语言？可不可以？台湾文化，台湾认同，台湾骄傲，好不好？
球都跟你一样大了，你还要？没有在怕的话，你让他蹦，你试试看。台湾没有在怕的，台湾很小，但是台湾很勇敢。真的，真是文博会所有的策展都在休息，只有我还在工作，很讨厌。不然为什么帮我排到最后一个？烂透了，你们这些人，还在那边喝饮料，不然。不过他们真的也很辛苦的，然后每个馆，每个都只有4天的时间要把所有的你们看到的东西，因为在那之前全部都是纸张跟照片，还有电话而已啊。很像一场真的很像一场中间所有的沟通的过程，从去年一直到你们现在看到这10天的台湾博会，真的把台湾的文化都带到这里来了这样。当然。我自己也觉得我好忙哦，对，因为明天还要车展，很烦啊，还要回台东这样。屏东跟台东应该是同病相怜吧，我们一样远啊。所有屏东的朋友啊，没有的，看不到，你那边太阳比较大了啊，都黑黑的这样。台南有差不多，台南也是很热啊。台北很冷哦，不好意思啦哈。还下雨呢，是吧？好，但明天还要车来回台东。对，你看你刚刚台东馆那些稻草石头都要跟着我一起回去。因为再一次噩梦这样。然后，当然其实不是只有这样子，我其实也很努力。我想说也请大家帮我一个忙这样。然后我很喜欢很多的时候。希望很多很棒的音乐人有机会被看见，所以有一个演唱会办了12年，叫做《海边的孩子》。它就是给所有音乐创作人，只要愿意从事原住民的音乐创作，没有血统这件事情，打破血统这件事情，只要你愿意学，来了解原住民的语言，做原住民的音乐创作，都可以来参加这个《海边的孩子》演唱会，而且。我们希望大家来参加这个演唱会之后啊，选出第1名，我们送他们去日本。因为我知道日本对台湾是非常非常认识，但是他们不太认识台湾有原住民这样。我们想要让他们见识一下原住民的厉害这样子。然后希望大家可以一起支持海边孩子5月18号，因为我的歌迷都很喜欢。就是他们都会来文博会啊，然后一直表演，文博会不知道表演几场了这样子，表演到最后，我都忘记还有这场演唱会在后面。那就请大家帮忙，然后帮我们多宣传，给这些年轻的子弟兵，台湾未来的文化动，给他们支持。好，接着要教大家认真的最后一首歌了。这个是传统歌谣改编的，我们讲马里古拉的时候的歌。马里古拉就是你们常常看到那个牵手的那个舞蹈，对，其中的一首歌这样。然后这个打唱就比较难一点点哦。这是多兰在地的才有的歌曲，我们试试看好了哈。哈乌啊咿呀那咿呀哦嗨呀。上面有那个罗马可以吗？哈，不会念没关系，我们也有中文字幕哈。大家试试看啊！哎呀哎呀哦哎呀，是念中文的。放弃自己哦，哪里？
也要很感谢台湾文博会给大家，也给我满满的感动。虽然10天就像一场梦，但是这个感动希望大家带回去，让大家知道，其实还有一群人认认真真的替台湾的文化努力。希望大家也成为这努力的一份子，好不好？这个怎么安的哈？是你们是真心的吗？所以机刚刚有录到吗？对，真的要安口哦。我可以改一下吗？就想说，我们用回到最初的台湾，我们用清唱的，用阿美族的歌谣，我们来结束这次的台湾文博会，给一个最棒的礼物给他们的土地上，可以吗？我们用清唱。
那要不我们就用刚刚那首歌啊，那首还记得怎么唱吗？不会没有吉他你就不会唱了吧？试一下。啊呜啊咿呀那咿呀哦嗨呀，哦嗨呀咿呀哦嗨呀，啊呜啊嗨呀哦咿呀呀，哦嗨呀咿呀哦嗨呀，很棒哎，很行啊，对，后面这样子是对的。哎，示范队，等下当种子哦。他们有签错的就带他们签一下这样，然后这边好像有点小，我们要不然就等一下这边让一个通道，然后我们就从这边开始发声，慢慢签出去，最后我们在外面围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圆，可不可以？我们就是要文化动动动哦。那歌要记得哦，歌好，那我们就那边路可以让吗？你的工作伙伴可以帮我们让吗？我想要从这边把台上的歌声也带到台下。